估计是因为动作太大伤到腰了吧？动作？什么动作啊？让他跟你说吧。喂，青年，刚刚那是不是简心？你们是不是和好了？哎，这个点出现在你旁边，你是不是成功把他说服了？你也太棒了吧，姐妹！哎，不过你们搞什么呀？又是脱臼又是伤腰了，这么激烈啊？给自己留条活路不行吗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想的那么复杂？我们俩很纯洁的好不好？我能脱臼是因为坚信他……哎，算了，不和你说了，说正事儿吧。行，那我说正事了啊。公司决定趁着美人一休的势头正热，抓紧时间给你办签售。宣传方向呢，就定在跨界3次元的恋爱，时间在下周。啊，办签售？可是那不就是接身上的原型？哎呀，这就是个包装，谁会真去扒你呢？那要准备些什么呀？准备好你这个人就行。替我转告简信，我要一个状态满分的七仔。他要再敢把你搞得半死不活的，我上门拆了他事务所。知道了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的。看一下。早。早啊。哦，那个，检讨书奉上。